你好，我係徐建偉。尋晚一場大風雪，紐約市進入咗緊急狀態啊！9點鐘之後啲車唔俾出街，至到今日12點，啱啱鏟完雪出明街行下，呢度係495明街橋頭，暫時都未有好多車。495同明街就鏟得幾乾淨啦，啲橫街就好似未有鏟得幾好。東雲閣今日唔開啊，樓外樓有時我去買3餸1湯，今日冇開啊。雲吞妹一品小籠包都冇開，早點見面就執咗啦。金華北港台菜就有開，88茶餐廳有冇開啊？今日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啦，拜拜。